喺中山想住得舒適又想兼顧繁華，係咪真係好難揾啊？高層又太逼，別墅又太遠啦。但係今日 Jackie 咧喺博愛路上邊揾到呢個寶藏樓盤，一次過可以滿足你2個願望。講地段啊，呢度絕對係灣區嘅 C 位啊！中山位於大灣區幾何中心，30分鐘半徑輻射南沙、前海、橫琴。澳豐天譽就喺博愛路同翠亨快線嘅黃金交匯點，深中融成第一環，交通超方便，配套更加係純熟到爆啊 ！Coco City、富日城、遠洋城等5大商圈環視，行街 shopping 一站式搞掂。醫療仲有博愛醫院、市人民醫院保駕護航。想親近大自然，隔離就係長江高爾夫球場、紫馬嶺公園同埋金鐘湖公園。住喺度，盡享低碳環保生活。行業內咧2.0係屬於低密度，1.0到1.5之間咧係屬於極低密。澳豐天譽咧容積率就係1.5，隔離咧就係別墅區，同大格局嘅人住埋一齊，呢個圈層價值真係無法估量啊！成個屋苑咧佔地112畝，園林做得超級靚嘅。睇睇呢邊係有設計咗一個220米嘅中軸水景，貫穿咗成個屋苑社區。而且咧落樓就有子母泳池，行多2步咧就有兒童活動空間。最正嘅係佢依山而建，南低北高，越往後地勢越高，景觀就越開闊。戶型咧全部都係南向設計嘅，首次置業咧呢個88方嘅3房咧就係你嘅首選啦，仲有113方嘅3房同埋120方嘅4房可以選擇，咁可以做到7米長嘅一個南向主陽台同埋雙陽台南北對流嘅一個設計嘅。咁我哋項目咧係採用翻港澳精工嘅一個理念，有108項嘅精工細節咧全部把控嘅，外牆咧採用真石漆，全屋採用雙層 Low E 嘅一個玻璃，住得安心又體面。精裝修方面咧，仲係一個一線品牌嘅交付嘅，好似我哋嘅格力空調啊、杜格拉斯嘅一個地板啊，全部都係交樓嘅標準。廚房方面仲係採用翻方太嘅廚房3件套，索菲亞嘅一個櫥櫃，加上咧我哋係雅居樂嘅物業，住喺度咧真係博愛路上邊嘅性價比之王啊！1.5低密度住宅咧真係少之又少啦，澳豐天譽咧絕對值得一看嘅。依家11棟單價1萬蚊出頭，仲送埋全屋精裝修。之前賣緊幾錢呢 Jackie 都唔多講啦。揾我 Jackie 嘅話呢，仲送埋全屋嘅冷氣同埋家電禮包，派車點對點喺你樓下接你過嚟睇樓嘅。有興趣嘅喺下方留言，我帶你實地感受一下。